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初10，诗篇34篇19到20节安尼讲：义人有济济苦难，总是耶和华救伊拢脱离，保全伊拢总的骨，一支也无拍子。三甲来祈祷，救阮脱离苦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施恩赐福、看顾保护、引带带领阮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阮要时时称颂你的名，学到你的话，要常常伫阮的嘴，因为你是大的上帝。阮要尊你的名做乖。主啊，阮属伫你的百姓，要来敬畏你，遵趁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阮的哀求你拢有听，阮的困苦你拢知影，阮的重担你甲阮担，因为你要找使者伫阮的四围安营。主啊，阮是属于你，你要记得阮的名。虽然阮有济济苦难，总是你要救阮脱离，保全阮拢总的骨，一支也无拍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